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3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27篇，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，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2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主的祝福。捌甲大家三角分享过福特别是过年的时阵咱来讲这个福。每一个人对福的看法甲期待拢无相共款。差不多大家人也拢咧追求有福气的人生，应该无人会拒绝福气，也是讲对天顶来的祝福啦。大家拢期待对这个福气对天降落来，当然毋是咧期待灾厄。伫困境欠缺的中间的人，搁较会期待福气的临到。因此，伫每一年的过年的时阵，差不多是这个家家户户拢爱伫迄个门口搭一个倒饼的菱角形的福字，表示福道。但是对基督徒所追求的，并毋是这种民间宗教的教导思想的福气，是真真正正对天顶所降落来的福气。这个天指的是对基督徒角度来看，这是上帝的祝福，主的祝福。伫创世纪14章的记载中间，咱看见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兰，就是亚伯拉罕，伊伫迄个咧战争的中间，伊赢过对敌基大罗马，伊转来了后，就得到撒冷王麦基洗德的祝福。是毋是咱会感觉真奇怪？一个伫旧约圣经中间去互上帝所呼召的选民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竟然领受着别人的祝福。关于麦基洗德，伫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，伊是至高上帝的祭司，伊是撒冷王。除了代表伊是一位甲亚伯兰徛同平的王，伊还阁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也换一句话来讲，伫亚伯兰还未互上帝呼召进前，就有人受上帝的这个呼召，敬拜上帝，也受上帝的呼召，来成做上帝的祭司。这伫次书顶悬论，这个咱会感觉伫逻辑顶悬的思考，感觉可能怪怪。另外，咱要对新约的观点来看，这个撒冷王，伊是一个仪表上帝救恩的角色。希伯来书甲咱讲到一项代志，就是伫别位伊嘛有讲，照麦基洗德的班次，你永远做祭司。耶稣伫在世的时，捌大声嗷叫流目屎，迄位会当救伊脱离死亡的上帝，祈祷恳求。因为伊会虔诚，上帝有听伊的祈祷。虽然伊是上帝的囝，犹旧对所受的苦难学习顺服。既然上帝互伊达到伫完全的地步，伊就诚做所有顺服伊的人永远得救的君王。互上帝指定伊照麦基洗德的班次做大
这事。照安尼看，未记洗濯所仪表的是迄个上帝的拯救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这份。搁再咱搁倒转来看到用这个约翰福音的观点来看，约翰见证耶稣基督迄个道早已经存在，伫约翰进前就存在，也伫万物受造的进前就已经存在。约翰福音安尼甲咱讲，宇宙受造进前道已经存在。道甲上帝同在，道是上帝，是太初，道就甲上帝同在。上帝借着伊创造万有，伫整个的创造的中间，无有一项毋是借着伊所做的。所以透过未记洗濯的祝福，亚伯拉罕伊领受对上帝遐来的祝福。圣经的记载也甲咱讲，撒冷王未记洗濯，带着饼甲酒出来迎接亚伯兰，祝福伊讲：愿至高的上帝，天地的创造的祝福予亚伯兰。愿迄位互你赞扬对得的至高的上帝受到称赞。亚伯兰对倒转来战利品的中间摕出1/10送互未记洗濯。其实咱看见亚伯拉罕甲过去同款，伊看重的是对上帝显来的祝福，毋是对人来的财富。保罗写互腓立比教会的批信中间，也安尼提到，要求腓立比教会基督徒着爱效法伊家己所立的模样。这个模样毋是保罗本身，是保罗怎样认真去追求属天的福分来做目标。伊怎样往着这个所插的标来走？伊的目的就是要来为着要得到对上帝来的奖赏，就是主的祝福。伫昨昏的经文内底，保罗也已经安尼甲咱讲，伊讲兄弟姊妹啊，我并无认为我已经得到这个奖赏，我只有专心一项事，就是袂记背后，全力追求头前的事。我按着目标来奔走，为着要得到奖赏。这个赏就是属天的新生命，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呼召我去领受的。这个就是伊所设立的模样，是伊劝勉腓立比这的基督徒所着爱去效法的。保罗搁一摆来强调，主的祝福就是咱所领受的这个救恩，这是伊所追求的目标。但是咱是天顶的公民，咱一心听候着咱的救主，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天降临。这是保罗真清楚甲这基督徒讲。今日的基督徒，咱每一位，更较应该爱热切追求安尼的祝福，就是主的祝福。这才是咱终身的目标，蒙恩得福唯一的道路。诗篇27篇，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，我要惊什么人？
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得惊什么人？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，因拢会跋倒失败。虽然大军扎营包围，我的心也袂惊吓。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犹原安稳自在。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片内，伊会保护我，互我秘伫伊的厝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，互我的头举悬，超过包围我的对敌。我要伫伊的布片欢呼献祭，我要唱歌学乐上主。上主啊，我求救的声求你听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我的心对我讲，着来朝见伊。上主啊，我来朝见你，求你毋通面越走，毋插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赞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毋通拒绝我，毋通受气赶你的仆人放杀我，杀死我的父母，气杀我，上主嘛一定收留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，因为对敌在长等，求你带我行平坦的路。毋通照对敌的心愿，甲我交互因，因为因用伪证恐吓我。我深信一项事，我要活地的日会享受上主的恩惠，着信靠上主，着勇敢壮大，着信靠上主。感谢上帝真做阮的祝福。祝福互阮，也恳求上帝互阮会通珍惜你所赏赐阮的恩典，互阮通知影爱感恩，也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